親愛主，我哋感謝你，風暴已過，陽光再現，睇見主你創造嘅奇妙。因為四季嘅運轉、日月星辰嘅移動，都在你自己嘅掌控之中。因為你要孕育大地，生產糧食，餵養我哋肉體嘅生命。今日我哋趁着主日嚟到你自己嘅面前，係要領受天上而嚟嘅靈糧，滋長我哋屬靈嘅生命。求你真係叫我哋有一顆渴慕你話語嘅心，時刻思想你自己話語，以致我哋從中得着幫助，得着安慰，得着能力，能夠在人前活出美好嘅見證，榮耀你嘅名。主，我哋願意將呢個時間分別為聖，恭敬交上。求主自己嘅靈與我哋同在，引領我哋進入你真理之中，真係能夠留心靜聽，將你自己嘅話語藏在心裏，照亮我哋前面當行嘅路。主，我哋將未到嘅弟兄姊妹交在主嘅手，求主一一看顧。我哋以上不完全嘅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而求，阿門。好，我哋今日再嚟重複第15章，主用葡萄樹所講嘅比喻，希望大家真係從呢一段嘅經文裏邊深入嘅去思考。大家再睇返第一節，佢話我是真葡萄樹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咁即係父子係同工嘅。耶穌降世成為一個真嘅葡萄樹，活在我哋當中，但係佢唔係單獨嘅，佢係受神嘅差遣，因此神時常供應佢所需要嘅力量、智慧、能力，活在人前能夠行好多嘅神蹟奇事，表達神愛世人嘅心。呢個就係父嘅栽培。所以耶穌時時都講一句説話，我所領受嘅教訓都係邊度嚟㗎？都係從父嗰度嚟嘅。大家睇第2節再睇清楚，佢話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結果子的，他就修理乾淨。顯然有兩樣嘢，一個係咩啊？唔結果子嘅，一個係結果子嘅。但係前邊有兩個字好重要，係咩啊？凡屬我，咁即係話不結果子嘅仍然係屬咩㗎？屬父神嘅，亦即係話在神嘅恩典之中，憑着我哋因聖靈嘅感動而認識咗神之後，有兩種人，一個就係點啊？能夠成聖，結出聖靈嘅果子，活在人前，叫人認識基督，咁呢啲就係結果子嘅枝子。咁係咪一帆風順啊？唔係，點解？佢哋一樣要被修理點啊？乾淨。有時佢哋傳福音遇到難處嘅時候，灰心喪志嘅時候，基督可能俾佢更多嘅考驗，叫佢點啊？更加嘅靠主。但係嗰啲唔結果子嘅枝子剪去。下邊第3節，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，咁即係話乜嘢使我哋乾淨啊？係神嘅話，基督嘅道。咁只要我哋領受基督嘅教導，行出聖經所要求我哋嘅，
能夠合乎神心意嘅，咁我哋已經係能夠結果子，所以已經被修剪乾淨，在人前能夠有美好嘅見證。但係我哋再睇第4節，你們要常在我裏面，我也常在你們裏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能結果子。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，也是這樣。咁因此就睇到一件重要嘅事，葡萄樹與枝子係緊密相連嘅。若果我哋嘅枝子已經係因為外來嘅異端邪說或者各種嘅罪惡嘅誘惑，以致我哋點啊？失去了屬靈嘅悟性，以致我哋軟弱倒退，唔結果子，主就會修剪我哋。修剪之後嘅結果係咩啊？大家睇第6節點解我哋會被剪去啊？因為我哋唔常在基督裏咯。乜嘢叫唔常在基督裏啊？你又唔讀聖經，又唔祈禱，又唔按聖經嘅吩咐行在人前，活出見證，咁呢啲就證明點啊？你係得個信字，你係有生命啊，因為你真係信啊，你唔係假，有好多係假嘅，但係佢呢度講明係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啊嘛，咁即係話我哋根本就係信咗主嘅人，但係在成聖嘅路上永遠係點啊？小孩子冇長進，因此我哋失去見證，唔能夠結果子。咩叫仁愛喜樂和平？我哋根本都唔知，我哋按照自己嘅老愛行事。冇錯，佢係信咗耶穌，佢係得了永生嘅應許，但係神喺呢個時候就話：我要將佢哋剪去。剪去就點啊？大家睇下第6節，人若不常在我裏面，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，人拾起來，扔在火裏燒了。好多人就係上次提出嚟嘅呢個問題，我哋要細心講，呢班人被剪落嚟呢啲枝子係咪唔得㗎？唔係，所以要明確呢個道理，因為大組第2節再睇清楚，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，既然神話佢係屬我嘅，咁亦即係話佢係信咗嘅，但係點啊？佢唔結果子，佢冇長進，佢唔止唔長進，仲倒退，受老我嘅牽連，仍然活出老我嘅樣式，所以神要責備佢哋，管教佢哋，修理佢哋，俾佢遇到好多嘅困難，遇到好多疾病，好多不同嘅人有不同嘅遭遇。嚟睇下神點樣樣，所以呢度裏邊好多人就話扔在火裏燒了，係解咗咩啊？末世嘅時候點啊？受永火，咁即係話永遠點啊？滅亡。但係我哋講，我哋係屬主嘅，神一定係點啊？冇丟棄我哋一個，佢愛我哋，要愛我哋點啊？到底嘅冇錯，你會跌倒，但係神嘅恩典唔會離開我哋。我哋嚟睇羅馬書。羅馬書第11章第19節，你若說那枝子被折下來，是特為
叫我接上。不錯，他們因為不信，所以被剪下來；你們因為信，所以立得住。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懼怕。咁呢度係講緊乜嘢呢？嗱，枝子被折下來係指神嘅選民，以色列人因為不信，以致被剪下，受神嘅懲罰，以致佢亡國，被分散全世界各地。但係神嘅恩典始終仍然係與佢同在。咁乜嘢時候以色列民會再認識呢個真神呢？乃係基督再來嘅時候，佢哋點啊？全家點啊？歸主。呢個時候，呢啲被剪去嘅枝子就會重新接上。所以我哋睇下第22節，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，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。佢唔係要佢死喎，佢要係嚴厲嘅，係對付佢喎。因為神唔願意一個人沉淪嘅，係嘛？你得救咗之後，佢永遠保守我哋，所以一信就得救，永遠得救。只要我哋係屬佢嘅，與佢生命有個聯繫嘅，雖然被剪下，咁大家睇下啦。向你是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裏，不然你也要被陷下來。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，仍要點啊？被接上。只要呢啲唔結果子嘅枝子，只要佢有聖靈嘅感動，只要有一日佢認識到自己嘅行為與神嘅吩咐不相符嘅時候，回轉，再一次向神求饒恕嘅時候，咁就點啊？仍要被接上，剪下嘅枝子仍然未接上。咁因此，我哋唔好當呢啲枝子，但係下邊呢，因為神能夠把他們重新接上，因為神有呢個主權，佢要恩待誰就恩待誰，要憐恤誰就要憐恤誰，因為佢主權在佢，佢知道每一個人實際嘅光景。咁下邊，你是那從天生的野橄欖上陷下來的，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欖樹上。咁呢個係咩？咩叫野葡萄啊？我哋呢班外邦人原本唔係屬神嘅。大到呢個羅馬書係講緊外邦人同猶太嘅選民，神嘅選民，佢原本係真正係喺真葡萄樹出嚟嘅枝子，因為不信被剪，丟在外邊被火燒。但係只要佢唔係長久不信，仍然會被接上。呢個係講猶太人。但係我哋呢班天生嘅野橄欖樹咧，就係呢班外邦人，因為以色列人唔肯接納基督係神嘅點啊兒子，唔承認佢係神所差嚟嘅彌賽亞嘅拯救者，因此救恩就點啊？轉向外邦人。咁點樣轉向外邦人呢？呼召咗一個使徒，呢個係邊個啊？保羅作為外邦人嘅使徒，將神嘅救恩傳去外邦人。所以使徒行傳大部分係講緊咩？保羅嘅工作。咁我哋天生野葡萄樹可以接上好呢度橄欖樹啊！我哋改咗個葡萄樹一樣你係野葡萄樹就結野葡萄，好葡萄樹就結好葡萄。因為耶穌講過一個咁樣嘅比喻我哋點可以分辨邊啲係真嘅信徒，邊啲係假嘅信徒啊？就睇佢嘅果子啊嘛。
好樹係點啊？結好果子，壞樹結壞果子。好樹係好葡萄，壞樹係野葡萄。我哋可以從佢嘅行為裏邊去分辨邊啲人係真正屬主嘅。你係咪真正屬主啊？若果你嘅行為唔好，外邦人從我哋嘅身上睇唔見基督嘅樣式，你真係要改過回轉。所以我哋可以睇到，而家我哋再睇哥林多前書，翻喺後邊。哥林多前書第3章，羅馬書後邊嘅一本。231頁3章，呢個再前啲，第3章。小心嚇，呢個一樣嚇。第10節，我照神所給我的恩，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，有別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，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。嗱，呢個就係真葡萄樹，耶穌基督係我哋嘅根基，一切嘅營養水分係從樹根下一路被樹幹吸收，然之後輸送到點啊？枝子葉子先至繁榮茂盛結果子。所以呢個係根基，只有一個就係耶穌基督，冇別嘅根基。睇第12節嚇，小心啊！若有人用金銀寶石、草木禾秸，嗱，睇住呢兩啱啱係兩類嘢，一個係咩啊？金銀寶石係貴重嘅，係不朽壞嘅，佢永遠有價值嘅。下邊嗰啲係咩啊？草木禾秸。咩叫草木禾秸啊？廣東有3樣寶係咩啊？陳皮老薑點啊？禾稈草，因為禾稈草會爛嘅喎，係嘛？喺地上就點啊？會漚爛嘅，係唔會長存嘅。咁呢個係咩？喺一個嘅根基上嘅喎，根基係邊個啊？耶穌基督。咁你係結金銀寶石，咁你已經呢個就係咩？珍貴嘅結果子嘅枝子。你係草木禾秸，咁即係結咩啊？唔結果子腐爛嘅壞嘅。咁下邊有咩特別啊？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，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。咩叫那日子啊？基督再來嘅時候，我哋要向基督交賬，唔係淨係咩啊？金銀寶石嗰啲人去交賬喎，呢班要唔要交賬啊？草木禾秸一樣要交賬，咁呢啲都係屬乎咩？基督嘅人，所以你唔好解嗰個丟在火裏燒了嗰啲就係咩？永遠滅亡，唔係好清楚，真係好清楚。佢呢度金銀寶石都可以分兩類人，一個係有錢，一個係窮。有錢先至可以先有咁嘅。呢個而家唔係有錢冇錢嘅問題嚇，而係有冇永恆價值嘅問題。即係話覺得可以分類有錢冇錢，係啊，標嘅根基上嘅。而家再睇落去啊！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，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。有火發現，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就要得賞賜。
人的工程若被燒了，就要受咩？虧損。嗰度冇寫就要點啊？冇話佢滅亡喎，要咩？受虧損。咁即係話你賞賜又得咩？榮耀嘅冠冕係嘛？你呢個冇嘅點啊？下邊人的工程若被燒了，他要受虧損，自己卻要咩？得救。所以我哋唔好話嗰啲經歷火裏嗰啲唔得救，係嘛？佢好似火裏經過一樣，火中取出嚟嘅一樣。所以我哋呢個葡萄樹果子結唔結果子？唔結果子嘅仍係屬主嘅枝子，所以佢一信已經與神嘅生命相連，就永遠在神嘅保守之下。只要佢有回轉，佢就會再一次結果，再得獎賞，唔係永遠嘅滅亡。即係好似猶大都係咁嘅情況，佢唔係結果子，都係屬於。但係佢始終冇信啊嘛。佢最後都冇信。咁佢同耶穌之間嘅關係啦。咁梗係冇啦。咁佢即係佢冇個果子，佢都係丟俾神丟。呢個就佢唔係同我哋呢段咁嘅經文嘅解釋啊嘛。佢係始終不信。佢唔係屬神嘅枝子，但係耶穌一路跟佢3年幾，都係俾佢機會點啊？接上，佢接唔上，因為佢始終係咩啊？貪婪愛財，希望得權柄得力量，得享受，所以。其實若果大家睇嗰個後嚟猶大係咪講一個俾你聽啊？猶大去帶人去捉耶穌嘅時候，有咩發生？吞透咗，跌晒落去。唔係，佢做個暗號啊！親嘴。耶穌點叫佢㗎？朋友啊！耶穌嗰陣時仲稱佢做朋友啊！佢係咁樣啊，但係耶穌仲叫佢做朋友。下邊嗰句係點講啊？你要做嘅就做啦，你唔好點啊？假惺惺錫下我，叫我做拉比，做個暗示俾人拉我。點解叫佢做朋友啊？提醒佢啊！你以前與我生活，我當你係朋友啊！若果你再回想我與你生活嗰3年多嘅時間，你就唔會賣我。你呢個時候你想做嘅你就做，係嘛？但係若果猶大嗰個時候醒現呢個朋友嘅意義，咁啊點啊？可以當面點啊？悔改嘅喎。耶穌好似責罵嗰個淫婦一樣，有冇人定你嘅罪啊？冇。咁我咧都唔定你嘅罪，你走。只要你以後點啊？唔好再犯罪。呢個機會俾咗猶大㗎，但係猶大嗰個時候，因為老我呢個貪婪嘅個性已經俾魔鬼留咗地步，魔鬼賣耶穌嘅意念已經牢牢在佢嘅身上，佢冇悔改，佢冇喺耶穌臨死之前向佢認罪。所以佢最後點啊？自殺，吊頸啊！所以佢
遠與主冇生命嘅聯繫。佢唔係接喺真葡萄上嘅枝子，耶穌希望佢係時時提醒佢，處處關懷佢，但係佢唔領情。彼得唔同啊，彼得悔改。當佢3次雞啼，佢唔認主嘅時候，耶穌回頭望彼得一眼，彼得出去點啊？大哭㗎。點解啊？佢知道佢做錯咗，所以耶穌後嚟點啊？再3次嘅去問佢：你愛我嗎？對咩？所以喺呢啲嘅問題上，解聖經我哋要小心。有時候好多人走咗極端，正如我上次講撒種嘅比喻，咁係咪只有好土嗰啲人唔得救啊？嗰啲人唔得救啊？係咪？有啲撒在路旁啊嘛，有啲撒在硬土上啊嘛，撒在荊棘叢裏啊嘛，撒在咩啊？好土裏啊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啊嘛。咁佢哋就話撒好土嗰個咧就得救嘅，呢啲點啊？唔得，根本嗰個比喻都唔係講得救唔得救，係講咩？每一個人心境嘅好壞，接受真道嘅能力，都冇講到永生嘅問題，係你對真道有冇接納嘅問題啫嘛。所以第日嗰啲荊棘嗰啲點啊？若果俾人修理乾淨，咁佢又點啊？佢就唔會被擠住，佢咪又結果子，對唔對啊？咁呢啲人咪一樣有永生，唔好將佢混淆。好多時候解聖經要小心喺呢啲地方上。咁而家我哋翻去約翰福音第15章。所以神拉咗佢出嚟，咁啊火度燒氣磨練佢哋。冇錯啦，所以管教嘛，你係屬神嘅，呢個丟在外邊被火燒了，就係神嘅管教啊！若果你係屬神嘅，就一定要被管教啊！所以我哋會遭遇好多嘅困境難處啊！所以我覺得以色列民成日都話：你生病啊，你一定得罪神嘅。嗰個就係冇，佢就係認為唔遵行神嘅命令就受咒詛啊嘛。呢個係佢哋嘅信念，但係佢哋唔深入了解神嘅恩典係大過嗰個刑罰嘅嚇。佢時時都係點啊？有出人意外嘅平安俾我哋。我哋睇，我哋而家再睇第9節啦。呢啲以前講過，點解我再重複呢？就係因為上次大家都好似仲唔係好清楚呢班人得救唔得救，所以喺度解得清楚一啲。第9節。佢話：我愛你們，正如父愛我一樣，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。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愛裏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愛裏。嗱，呢度耶穌好清楚話俾佢哋聽，佢已經喺我哋面前立下了榜樣。神要佢做，佢就做；神要佢講，佢就講，一切都係點啊？聽神嘅吩咐傳達神嘅命令執行神喺佢身上嘅使命，因為佢遵守神嘅吩咐活出神要佢活出嘅榜樣，咁佢就係代表佢點啊？佢愛神。因此佢愛神，神自然點啊？
愛佢，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呢個生命嘅關係在邊處？生命嘅關係在邊處啊？第14章第15節，你們若愛我就必咩啊？